大家好，我會心大師翻到嚟10月30同埋31號咧，萬聖節會有新活動啊！10月30去到11月13號咧，就會有一個超連者家居 skin，應該做任務就可以攞到噶啦。其實你問我咧，如果要課金嘅話咧，應該都真係唔會買噶啦。呢度呢啲 skin 咧，究竟有幾多人係真係買咗嘅咧？如果你萬聖節咧啲 skin 咧係擺喺啲二價者度咧，我應該都會買。唔緊要啦，我哋睇下到時係咩狀況啦。我玩其他遊戲嘅時候咧，通常佢哋萬聖節啊、新年啊、聖誕節啊、復活節啊，都會笠一啲唔同嘅套裝俾佢哋。喂，講真，我基本上我每次都買。特別版通常都係型噶嘛，鬼新娘版利拉姆啊、耶尼啊呢啲咁有人氣嘅角色咧，基本上你買個套裝我一定會買。尤其是你咁多女仔角色咧，你真係唔好嘥啊嘛。好，咁我哋去到下一個活動啦，會有一個常駐召喚100、200、300抽嘅活動。而100抽咧就會有一個3選1嘅 SSR 任選箱啦，200抽咧就送一個金豆腐，300抽咧就應該係送一隻隨機嘅 SSR。根據國服嘅活動咧，個次序就應該係咁樣啦。大部分人應該就抽到100抽啦，200抽攞埋個金豆腐，300抽個咧就真係未必太需要，始終都係隨機啦。對上一次嘅3選1箱咧就係羅喉、提亞馬提同埋黑瞳嘅，今次個3選1箱係乜嘢咧？係完全冇資料嘅。呢兩個活動咧就係30號開始啦，咁啊去到最後一個活動咧就係31號先開始嘅。雙倍掉落就去到11月3號啦。秘密調查熔斷禁區原點前哨全部都有雙倍掉落，記住盡量儲存更加多嘅體力罐頭啊！今次咧我都會主力刷咧呢個奧羅拉嘅，上次咧就刷多奇為主啊。嚟到呢個遊戲階段咧 PVP 啦開始打，近期最主要嘅 PVP 裝備咧都喺奧羅拉嗰度跌出嚟噶啦。當然啦，新手入坑啦，繼續刷呢個重舊冰禍啦，同埋多奇。之前都有發咗攻略點樣去刷重舊冰禍同埋多奇噶啦，唔係奧羅拉，大家可以不妨翻去睇下啦。祝大家歐氣滿滿啦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個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